清潔工友係社區上面重要嘅一群，佢哋平均年紀62歲，每日做近10個鐘頭嘢，好多時候都有勞損，曾經工傷，仲要承受住不被尊重嘅目光。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就係針對清潔工友嘅健康、安全、尊嚴，我哋同醫護團隊合作，為工友提供健康檢查、中醫診療，亦都建立工友嘅健康習慣。工友亦都會同工程師一齊去改造垃圾站同埋休息空間，令工友更加安全、安心地工作。同時建立工友之間嘅支援網絡，透過交流，亦都讓社區見到工友嘅故仔。計劃到而家服務咗3900幾個工友，提升佢哋自主健康嘅意識，更加有信心去改變自己工作環境，同埋感受到社區對佢哋嘅尊重同埋肯定。